南投縣老人的人口比例已經超過2成，是全國第3濟。縣政府甲50間社區藥局合作，提供送藥啊到厝鄰的服務。4年來嘛已經服務超過4000人次。這個服務嘛得到2026年智慧城市的創新應用獎。這是南投鹿谷這位穿白袍的藥師，騎車騎20分鐘，要去完成一個送藥的任務。來，阿姨啊，咱這個藥啊哈，這是南投縣政府殺出來送藥啊到厝內的服務。因為南投縣較闊，山嘛較多，偏鄉的交通較無方便，老大人人口的比例直直咧增加。南投縣政府發現，真正破病的是大人，因為交通無方便，會影響是大人去看醫生，也是去摕藥啊、食藥啊意願，所以推出送藥啊到厝內的服務系統，用手機啊來當申請。送藥啊甲厝的這個服務吼，會使用手機啊，都會使來申請吼。我去病院回診，轉來免過去藥局，我轉來用伊個，我用手機啊解釋過，傳過以後，後擺2遍伊就攏甲送到位啊，真方便。慢性病吼，伊會使固定摕藥啊，我嘛更好的追蹤因的用藥的服務吼，安尼固定對我來講，我嘛較好觀察他因的食藥啊狀況什麼安怎。藥師嘛表示，送藥去是大人厝內，除了是大人免驚這蛇以外，藥師嘛會當趁機會觀察老大人的身體的狀況，嘛會當經過開講，呼籲是大人唔通烏白食病藥啊。啊，食神經的這攏是袂要緊啦。啊，但是吼，咱嘛是講，咱食藥的遐吼，嘛是講，較加量費吼，差不多上少吼，加量差不多半點鐘。阮去遐看吼，伊個會看到伊不同院所摕藥啊，甲伊做用藥整合。藥師講，因會先至藥局詳細整理老大人藥單，甲藥啊一袋一袋藏好好，每一袋攏是對老大人的關心，嘛是服務是大人，互因安心在地養老的心意。記者楊醫師南投報道。